来看云林大溪有农民种3分地西瓜，最近巡田所发现有上千粒西瓜茎拢互人挂断去，害一寡约未9分的西瓜，即阵是拢已经无法度收成啊，损失差不多是20万。目前已经报警察调查。产地的西瓜原本搁等10月日就当采收，即马差不多拢无法度收成，因为即寡西瓜茎拢互人挑工用刀仔插断去。云林大溪种西瓜姓丁的农民讲，算算的有上千粒西瓜害去，价值超过20万。像安尼损失哦，敢若伊挂去的跩吼，损失头20外万啦。那卖掉会使卖20外万就对。哈3分地挂2分地。哈。西瓜要收成日咯，而且这甲迄去甲留起来。这天公会较节约啦。姓丁的农民表示，伊西瓜种3分外地，对买西瓜仔压肥等成本开买10万，也毋过即寡西瓜即马干那半熟，只会当摕来饲鸡鸭，也是做交配使用，已经报警察。你要捡倒用看会食哩袂啊？无要安怎，无嘛袂食哩，无效。丁姓民众西瓜田遭毁损案，经查面积约1分半西瓜根部遭人毁损，已调阅相关资料，积极侦办中。农民表示，伊平常时无甲人结冤仇，即阵西瓜得要当采收，佮含厝内底的人轮流加强巡逻，想袂到即几工有人挑工甲西瓜紧撮互断，恐惊收成拢乌有去，周边佮拢无装监视器，敢若希望警方会当较紧抓到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